煩惱喺坐骨神經痛嘅朋友，撳呢個位你會好劇痛。穴位喺耳仔嘅上半部，呢度有條線分開兩邊，喺下面個部位就係呢個部位啦。下面每日按呢度30秒，按到佢唔痛，按到佢唔痛為止。坐骨神經痛嘅人99%呢個位都會硬嘅。煩惱喺坐骨神經痛嘅人，呢個位出邊周邊嘅肌肉都會容易僵硬，隻腳慢慢就會向內彎。有2個方法將出邊嘅肌肉做伸展運動。首先我哋坐喺張凳度，單腳屈起，腳背晾大髀，將呢隻伸起咗嘅腳按住膝頭哥撳落去，就咁嘅狀態，將你嘅身體向前傾，股關節即係我哋嘅髖關節就會向外伸展。keep 住30秒，跟住就係用呢個姿勢撳你個膝頭哥落去，將你嘅身體向左面打斜傾側，就咁嘅狀態抬頭望右邊。咁樣做的話，髖關節都會向外伸展到，都係一樣 keep 住10秒鐘。做呢2個動作，股關節嘅肌肉就會放鬆到，股關節亦都可以打開。呢個都係聯繫住坐骨神經痛，最好係兩邊都做。最短最快坐骨神經痛解消嘅方法，引起坐骨神經痛嘅原因係股關節內側嘅肌肉冇好好運作，屁股肌肉僵硬，壓迫到坐骨神經線。將佢解消嘅方法就係咁樣，非常之簡單。首先抬起一隻腳，將佢搭住相反另外一隻腳，腳踭向住內側上下咁樣去捽，股關節同個肚都會有力入咗去，就係咁樣連續做30下，咁樣後屈都會變好。咁樣就解消坐骨神經痛。右邊腳將佢伸直，膝頭哥可以少少彎。左邊腳膝頭哥向前，用呢個狀態去拍你嘅屁股。注意唔係由上向下拍，若干從後面打斜向前咁樣拍。20下準備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 OK， 跟住相反方向，今次左腳向下伸直，有順序嘅，跟住呢個順序做，唔好相反，千祈唔好相反，同頭先一樣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